標題冇吸引力，內容再好都冇人睇。兩個萬能公式：一、痛點加解決方案，例如面黃，一步教你救返嚟。第二個數字加利益點，譬如3分鐘可以做嘅早餐，慳時仲好食。1分鐘套用公式，標題再也不糾結。好多姊妹同我講，筆記內容寫得超級詳細，但係就係冇人點讚喎。問題喺邊度呢？問題就喺標題嗰度啦。標題冇吸引力，用戶刷1秒就滑走啦。今日兩個萬能公式教你，1分鐘教識你寫標題，以後就唔使再糾結啦。第一個痛點加解決方案，先揾到用戶嘅小煩惱，再俾明確嘅解決方案，邊個唔會心動啊？譬如你係做護膚嘅，咁痛點係咩呢？痛點就係乾皮、秋冬卡粉、捱夜、塊面黃，咁解決方案係咩呢？解決方案就係對應翻敷面霜加精華，組合起身就 OK 啦。乾皮卡粉嘅解決方案係咩呢？就係敷一層嘅面霜就滋潤啦。咁捱夜面黃嘅解決方案係咩呢？就係一瓶精華就救得翻啦。咁你諗下，乾皮用戶睇到卡粉，佢肯定會停低，再睇到一步解決，咁肯定就想點入去睇下，究竟咩令到我一步就可以解決我嘅乾皮問題呢？比起淨係講面霜好好用啊，勁10倍啦。第二個公式係咩呢？數字加利益點啦，數字睇得夠清晰，利益點直接話俾用戶知可以得到啲咩嘢。特別係適合乾貨類嘅筆記，譬如做護膚類嘅教程啦，數字可以寫嘅係3步5分鐘，利益點就係唔過敏，第二日起身塊面通透，好似3步捱夜護膚，第二日塊面起身通透，5分鐘塗完嘅防曬唔捽泥，用戶一眼就見到3步就咁簡單，我塊面就通透，咁再睇到塊面通透呢幾個字，即刻就想點入去學3步就可以解決嘅嘢喎。咁比起捱夜護膚技巧呢種模糊嘅標題更有吸引力啦。好，呢兩個公式咧係超級簡單嘅，唔複雜嘅，套入去用就得噶啦。譬如你用嘅係潔顏粉啦，咁你可以寫咩呢？敏感肌清潔必備，一時間潔顏粉就可以搞掂啦。痛點加解決方案，或者1分鐘就可以使到通透肌，唔分緊數字加利益。1分鐘就可以寫好嘅標題，下次發筆記就可以試下啦，肯定比之前更有吸引力。你學識未？針對唔同嘅行業有唔同嘅技巧㗎喎，所以你唔識嘅可以嚟揾我，我教你。